有研究話，手機成癮20年後恐怕有50萬人失明。睇下電話都會盲，有冇咁誇張啊？其實係因為我哋長期對住手機嘅藍光。藍光其實係一種高能量嘅可見光，陽光、燈光、手機熒幕其實全部都有藍光。當細胞長時間接觸藍光嗰陣，會容易產生氧化壓力，令細胞出現疲勞或者受刺激嘅情況。日積月累，眼睛就會慢慢出現損傷，引致眼睛不適，例如眼睛模糊、疲勞同眼乾等。就好似呢隻鴨咁，喺藍光照射底下開始慢慢變紅。當眼睛長期受到藍光影響，又冇進行適當修復，嚴重時甚至可能增加患上角膜炎同白內障嘅風險。如果係喺照射藍光前，試下將隻鴨仔浸入一種含黃色維他命 B2 嘅溶液，會有咩唔同？同樣嘅照射，點解右邊呢隻鴨仔會冇事？因為黃色維他命 B2 可以保護細胞，阻擋藍光傷害，就唔會出現頭先嗰種變紅嘅情況啦。而呢個成分其實亦常見於一啲抗藍光嘅眼睛護理產品。樂敦 Pro 眼藥水正就含有黃色活性維他命 B2， 幫眼睛補充流失咗嘅活性型維他命 B2， 真正做到抗藍光傷害嘅效果，有助促進眼細胞新陳代謝，舒緩長時間使用電子產品帶嚟嘅不適。都市人每日都要用電子產品，大家記得要俾眼睛休息，避免長期對住熒幕，定時用抗藍光眼藥水滋潤同保護眼睛，保持雙眼嘅健康啦。